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走在桃园平镇的僻静小道，我发现了一间别具特色的书店。古朴的木造建筑，满室的藏书。据说书店的主人为了打造这个梦想，甚至放弃了繁华的都市生活。为什么你们会想要回到家乡这里来开这间书店？我跟我先生本来都是上班族，就是这附近也没什么阅读的空间这样子，然后就是在家乡如果没有这样的地方，那我们自己来开一间这样子。还没开店之前，当然很多人会跟我们说，这边乡下地方啊，可能没有那么多阅读的族群这样子。可是开了店之后，其实我们反而发现，就是说这附近有很多这样的一个需求，那他们也都很高兴说，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偏僻的一个乡下的地方会有这样的一个空间。不过我刚刚觉得很特别，是我逛到那边啊，我看到有一个是专门放客家书籍的地方。对对对，就是我们有特别为客家书籍就是有辟一个专区这样子，在那个书柜里面，就是我们尽量去收集大部分，就是我们可以收集到的，可能是客家饮食方面的，有的客家文化，有的是历史方面的。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些外地的人，他们可能会想要了解客家庄的一些东西，或是说有一些研究客家文化的人，他们也需要相关的资料。那我们希望说，我们既然在客家庄，也希望可以扮演一个可以就是客家文化交流的一个平台这样的角色。除此之外，大姐说他们也会不定期的举办相关文学讲座、音乐活动或绘本分享会，借此凝聚在地文化力量。这里可说是一间具有思想与生命力的书店。闻到书的味道，然后还有简单的音乐。其实我光看到这间店啊，我就看得出真的是非常用心。对，就是这一边大部分你看到的书柜、桌子或是书的展示架，大部分就是我先生做的。因为可能从小就看着阿公啊，或者是我爸爸，他们就是早上很早就起来，就是一定要勤奋。他们都会觉得说，你只要认真做，基本上他们觉得日子都过得下去。所谓人生有梦，逐梦踏实。夫妻俩靠着自己的双手，在家乡打造出梦想中的书店。不只与大家分享好书，也和大家分享客家人勤耕与读、返璞归真的生活态度。